若能破开众生度，拆成丹心才有福。唉，太谢纷飞，前无村庄，后无店面，一片茫茫，失去方向。让我讲，黑无方向，也一门菜，望彩前方，泰山黑。我呀黑清凉，是了，清凉之下有南关一站，年度南关一站，强势一看。老爷，年丰何时有受伤？太险茫茫，有受伤引路，人讲有受伤出有人，莫非他是一生之人也无一天啊？何事？太爷，人看马也甜，马皮高头落里不眼前进了。娘，我娘办就好。刚讲，我一推众生，爱四彩风狗也爱，也怕了，就当作我寒意，为牺牲国家牺牲，能分得我望他相互啊！
亲像，我该出于寒霜啊！叔父才上，小此略上有理了。相爷，数年不见，音讯全无。若今天我出现差事体呢？说来话长啊！唉，我弟嘞，为叔父，我年纪老迈，体弱弱，今不日落到李款田铺，我弟你原来应如意，后来恕我国壮江边。马该属国唔属国，年前不就是难关一战么？哪位一战？老爷，风雪敷衍全庭，一战出现。少爷，莫非你是神仙？哎，圣贤，那有金贵神以人之莫负讲。叔父得诈不顾，为此敌对你为身上所变，故说爱替别介绍几个朋友本人认识，好本人将来有艰难之事，就得老记得求助啊！你俩下辈人是保木头如何做？敢讲你搞到啊地方神事，也是太干显贵，恐怕你也搞到土豪享用之流啊！一言难尽，就用嘴在俩难关一战，并作为你讲古所述吧。此意还有准备一副米酒。老爷，天寒地冻，你还是赶家而去，小嘅为你哋难酒。众人赶到一站来去。关到了灵堂的所菜树林，是菜啊都无聊，还有啊，这只米虫啊，唔知走去哪位嘞？哎呦，小小呀，老爷个血水忙糟，你就声音米虫的挂在嘴边，用办讲太小呀，都会唔嘅太过啊。娘诶，本来就是米虫啊，我呀已经年纪当久嘞，想起当初时节啦。阿爸啊，杀鸡啊，都过相爱啊，这唔对的人啊，还以为啊，我真系勇子啊！你看，你下杀鸡有嘛个用啊？树林的人啊，唔系单枪啊一杀，哈，真是啊，看死坏了哟！慈母啊，地母啊，反不恩啊！
七世之时，父母双亡，何得父亲临终之前，将我托孤众人爱，还将我当作亲生子儿。强师傅传教无疑，kind托圣贤。不过两几年，用父来过身，留下我老崇德双人。来看呀，崇德一闷闷不乐，还是多猜灵堂安慰就是。小少爷，太少爷年月为了送终之事四处奔波，至今还忙歇困呢。你阿用讲起，就係你嘅唔錯咧。挨嘅唔錯，娘嘅呀，哈，你阿嘅狗奴才啊！頭擺嘅時節，有挨嘅阿爸本人 call， 你啊哈，佢死咧呀哈！你呀，莫背呀，還想去叫眾人寫不上，你呀真是，哎呦，干家，你有用辦冇？冇事冇事，來來太少爺來，冇事就好。崇德啊，你是用辦呢，又出去發脾氣的呀？難用誒，嗰樣乜嘅事情啊？你呀，你個米蟲啊，就會對你拍死拍離，還那想去幹嗌，也唔想啊，你自家嘅身份啊，你倆出去講乜嘅話，何費我也是你弟兄啊？好嘞，乜嘅英雄啊？你呀，只不過啊，係捱嘅阿爸，有嘅一條忠門狗啦。牛誒，打，哎呀，上癮幹了。崇德，你夫人死之前，將伊交代本愛，愛愛好好教導伊，唔好本伊繼續為非三做。如今，你用辦要口出惡言呢？哦，哈，口出惡言，你用嘅話，你莫上去談呀，莫要緊啊！哎呀，還要喊那好堂嘅啊！你。临终之前，又特别交代太少爷，我好好约束小少爷人嘅，免得你啊花天酒地，煽情过财，我也可是用心良
来真家生，为言用天来一条线，来为言。好嘞，为言，你呐就是了呀。安阳办人是爱嘅事情，你也是爱嘅家业，财是爱嘅家财，你俩冇相干的人，让我死出去！也是规矩有爱听，老年莫马用天气，万岁土地老年伊那莫做米虫。张黑真，我阿爸已经过身了，你还留在了位，到底是嘛个意思啊？你呀，留下来我死出去！你父用心就来栽培，无奈从得你心事来，苦口婆心就来相骗。顺兄弟太不该，义父义义弟母亲，大不胜家，罢了，不如离异。唉，你放心，只要义父送死判完，我此位离开，到时节也唔是你来救。好。你也是你自家讲的，莫讲多做唔多，哈！你，太少呀，你正经的做一做，唉，始终是你来离下己，你弟对我是有妒忌，那不方法来猜及时。用天上拿来见呐，非是马基呀！义父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无法度。遵照你嘅吩咐了，方才嘅情形，相信你也看得一清二楚了。唔係我無願意，是從第一次討厭我一動無奈呀，只能伴隨你最後一場，送你上山，請我最後好討啊！義父。請你原諒不好兒子，辜負你嘅期望了。天气晴好，果然是打猎舒展筋骨的好日子啊！好好的走前猎物，果然马上出去猎物，太爱准备用剑。哈哈！本来杀到嘞，更加堆落去啊！